你行路啊？你行。呢個壽星公我未有。佢跳上嚟。你係金啊！佢跳上嚟拖。唔使着呢個誒，好嘢啊！咁有啊，試下啦，佢會再落嚟啊。我收住我。而家轉落嚟嘅報告，向我哋要為住以此之心，走為恩寵嘅步伐，要獲得呢啲人士得到嘅恩寵。同埋習講呢個話，求天主得賜我哋充滿聖神恩賜，使我哋嘅思想行為都能夠在佢嘅旨意獲得呢個永生。開始我哋嘅分享。我天主呼召我哋喺生活上應有好意。恭讀宗徒大事錄。那時候，千夫長願意知道保羅為什麼被猶太人被告的實情，就解開他，並命令司祭長及全體公議會集合。隨後把保羅帶來。那時，耶穌舉目望天，祈求說：聖父，我不但為門徒祈求，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的人。就50年前，有一個人士就打算做佢嘅司祭。請為到教會神職人員祈禱，求主天主聖神嘅德能同埋恩寵，幫助佢哋善盡職務，喺分施恩寵聖化人民嘅時候，自身亦都充滿天主嘅恩寵，與主緊密嘅結合。為此，我哋同聲。
晚餐好，非常高興嘅，多謝多謝。各位